感觉到震惊、悲痛跟不舍，尤其是参谋总长，我任命他做空军司令，有一些互动。师长可以留步说句话吗？师长可以留步说句话吗？市长今天来看是谁？今天来看是谁？那可以跟我们讲。感觉到震惊、悲痛跟不舍，尤其是参谋总长，我任命他做空军司令，有一些互动，对他的坚定、谦冲跟专业呢是非常的敬佩。没有想到担任参谋总长这么短的时间就走了，真的是我们国军很大的损失。我们也希望军方，尤其是空军，能够检讨相关飞机的性能、安全，不要让在类似事件再发生。对他们来讲，他们的亲人突然不能回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以承受的事情。那至于后面的抚恤来协助，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力量的。他们的状况都稳定哈。那有2位在加护病房，那3位在一般的病房哈。他们意识都很清楚哈。那有些是有一些外部的创伤，那有一些是有骨折啊。那有一些人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不过大致的情况都是稳定的。那我们医生也都很有信心。那刚刚我们有在里头慰问了一些罹难军人的家属，那他们现在的状况？从昨天到今天，他们当然都是非常的哀伤。对他们来讲，他们的亲人突然不能回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以承受的事情。从他们的心情可以的确认说，其实是承受了很多的负担，更让我们体会到说，军人很辛苦，但是他们的家属其实更辛苦。我们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付出应该要更加的珍惜跟感谢。那至于后面的抚恤来协助，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力量，务必让他们家属的生活可以无虞，让他们在恢复这个情绪的或者是心情的恢复的过程中也可以顺利。这是我们主要的还是盘点一下整个我们的军事的准备的情况。那也希望就是说在这样的变故的情况下我们整体的军事人员都能够恪守岗位，那为国家让台湾持续的处在一个安全的状态。总统，那您3军统帅是不是也可以向我们国军弟兄加油打气一下？是，我们也是要利用军事会谈向我们的弟兄传达的慰勉的之意他们很辛苦，他们为国家付出也很多，我
们真的很感谢他们的付出。